去规划一个啦，哦，但是你知影规划伊是啥物，你知影顺从伊是啥物，伊的结果呢是天甲地的差别啦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讲，咱人行人生的道路上，哦，咱要跟随着世俗的人去追求声色、享用迄种的路行的，也是要跟随有道的君子来成就清新修炼这条路来行。哦，那一件事，值得咱去所信主就对了。因为咱自己的先觉，才会在咱家己身上，天堂地甲哦，嘛在咱的心中，由咱去选择。那么今仔日，因为咱大家有得到，哦，所以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新的机会，所以讲未来人生，哦，咱要安怎行，哦，咱来做一个足慎重的事，一定，哦，咱安怎行，咱的生命会较有意义，会较有常，会较详细，哦，这值得咱去